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阿优，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今仔日同款有4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哦。头一句是有量就有福，这句话吼是字面上的意思啦。有度量的人吼，自然就较有福气。啊，这个道理吼真简单，咱大家人吼来人间佚佗，就是咧修行。有同理心、包容心吼，对细项代志较袂计较的人，心情嘛较袂受到别人影响，是毋是吼？就代表较自由，安尼当然嘛较有福气啊，对无？意思我近的俗语吼，嘛有人安尼讲：大海毋惊大水。例句阿良讲伊是我的好朋友，毋过我伫 IG 顶悬 po 的相片吼，伊拢无起赞，啊你po 的伊拢有起呢，我感觉有淡薄仔袂爽呢。网络顶悬的互动吼，毋免伤在意啦，实际斗阵的感觉毋是较重要。你顶摆破病，伊阁专工买饭送去互你食呢。伊平常时啊吼是对我真好，无毋对啦。你若足伫意吼，就直接去甲问，无吼就莫计较这种细项代志啦。人讲吼有量较有福，心较开阔咧吼，自然就较有福气啦。第二句是。行行袂着顶，这句话吼咧鼓励人讲，若是因为家己的紧张惊吓，唔敢行动吼去表现，就会失去好机会。啊，细汉的时阵吼，阮爸爸妈妈嘛有安尼甲我讲过这句话啦。我感觉行行袂着顶，这句话吼讲起来就足古锥的对无？劝人吼做代志莫丢毒，爱有勇气，才会有成功的机会哦。例句，我今日接到一项工课的邀请，是要招我上节目唱歌。我唔知影敢要去呢。啊，你普通时啊，毋是就做爱唱歌，有啥好丢毒的？行行袂着顶，莫阁想啊啦，紧去啦。第三句是好心互雷针，这句话吼足好用的，就是讲人有好心好意，煞无好报，甚至风险也是风骂安尼啦。像讲吼，同学请假，啊我替伊写迄上课的笔记，结果伊煞嫌我安尼字伤歹，看无啦。这是毋是吼，真正会感觉讲，我有影是好心互雷针啦？例句，弟弟起床啊啦，你上班要袂赴安尼？哇，你是安怎要甲我吵啦？我搁做想要困呢。走啦，哦，好，我是惊你出门做赶，毋才甲你叫的，真正有够衰啦！好心互雷针。第四句是人情老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咱若开始出社会做工课，定定吼就会听到这句话，因为吼社会事有时甲人来往合作，工课需要互相配合的时阵，总是会拄到一寡吼斗阵起来无遮好的人，对无？啊，咱就会用这句话来提醒、考劝讲吼，尽量甲别人好来好去，唔通拆破面。安尼以后若是搁拄到吼斗阵的时阵，才袂甲扰歹看啦。例句，我上讨厌拄到迄个同事啊，伊对我讲话吼足无尊重的，哪像我是伊的细汉的，搁叫我去替伊泡咖啡呢，哦，我真正足想要变面的。你着讲吼，你咧无用就好啊，莫插伊啦。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，以后凡事嘛有需要伊斗相共的所在啊。好，顶悬就是今日要讲的4句俗语，这是祖先留落来的道理吼，顺线分享给有兴趣的你。唔知大家敢有听过这几句话？留话甲我讲好无？啊，你若有喜欢我的影片，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。啊嘛欢迎抖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就会当啊。安尼咱这集就先讲到这，多谢努力，拜拜。